细妹，遮个衫你帮我摕一个。阿靠，你要离家出走哦？啊，无啦，我是要摕去藏起来啊。细妹，你帮我想看卖，会当藏伫个倒位？啊，为什么要藏起来？哦，因为阮阿母伫厝的大摒扫，结果甲遮个衫拢清出来，讲要甲我摕去送人啦。安尼真好啊，这是做好代。啥物做好代，遮个拢是我上介意的衫呢。遮个衫你应该穿袂落去啊。啊，我知影，毋过我知影你真唔甘，毋过你个想看卖啊哦，遮个衫裤伊伫衫橱内底咧想啥物？啊，唔知呢，因伫咧想啥物啊？教囡仔讲故事。咱来听故事。大姐啊，你来穿看卖哦，这双鞋若穿袂落，要送人哦。哦，来啊！啊我就爱这双鞋呢。哦，你的脚大汉啦！哦，不过我足介意这双鞋呢。你已经大汉啦，你鞋穿袂落都送人啊。不爱啦，哎呀，你都已经穿袂落啊。我不爱啊。好啦，莫安尼啦，来，和妈妈啊，我收起来哦。哦，大姐，这个囡仔实在是哦，讲袂出声。阿姨，你知影鞋借我一个，我去找大姐。好啦。嘿咻，嘿咻，创啥啦？我是你心爱的鞋啊！哎呀，不过你要互人啊。我陪你足久啊。若是我继续伫恁家，我就会去互放伫个橱仔内底洗土粉哦。你大汉了后，会去学校，会去足侪所在耍。我嘛想要去更较远的所在旅行啊。啊，你想要去倒位？我想要去游乐园，哦，搁有去海边。安尼我希望新的主人会当替你完成愿望。我嘛安尼想，要不过我足唔甘的呢。我嘛就唔甘你的啊。安尼你若去旅行，敢会欢喜？一定会，希望会当拄到甲你同款介意我的主人。会啦，你是一双足赞的鞋啊！大姐，你嘛足赞呢！我头拄想到，我有一寡衫甲鞋仔穿袂着，我嘛当送伊去旅行。我嘛是呢，安尼我等去摕，咱做伙整理。好。我好啊！哦，大姐，你衫想甲足好势呢。我就爱煮衫的，我嘛好啊。希望会当送去需要因的所在。大姐啊，啊？来，哦，
你看，多谢阿母。哇，新的鞋啊！请看麦。哦多好呢！妮妮啊，有够巧的哦，多谢你呢。啊，我啦。阿高，你是不是真唔甘？无啦，我个是真新鲜因，会当四个去佚佗尔。啊，为什么你安尼懒安安？我是伫想，是毋是会当做伙走啊？我嘛想要出去佚佗呢。吼！青色、感觉色、两青色，一点一点甲连起来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哇，是花钱呢！咻！阿母伫网络要啥物？咿呀咿呀哟。阿母伫网络要啥物？咿呀咿呀哟。一条500块，两条1000块，买一条，买两条，买到厝里几落条。阿母伫网络要啥物？咿呀咿呀哟。哎，挂号，有你的包裹哦。啊，你一个人搬的好无？好，来，小签名者。阿爸伫网络要啥物？倒啊倒啊哟。阿爸伫网络要啥物？倒啊倒啊哟。一块500块，两块1000块，买一袋，买两袋，买到厝里几落袋。阿爸伫网络要啥物？倒啊倒啊哟。网络是有影介方便，咿呀咿呀哟。还用这互你洗？阿哥，你看我买遐好买。好，你买要行吧？好，再互你安尼转的，你较袂臭火焦。你爱看哦，牙乌乌，你就爱冰冰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用到伤中你会烧。哦，牙包互你。啊，你偷偷啊，甲看一下，看伊敢熟啊咧，看有变白白的无？哦，等伊搁较白的时候，咱就甲冰面，好不好？你偷看一下，看好啊，看有白白啊无？没啦。伊另外一边一定熟啊，啊你甲变过来。哦。我叫袂起。不要紧，你搁试一下。这个伤大机啊，我要甲这电话细机。无，你摕大机的较袂火较袂下着，好，这个我行。即摆有火我袂当。好，你等火较细先较用。这啊，这个我先帮你掀一下。来。好。好，哦，这个炒螺呀。炒螺鱼。好，你把这个变过来。阿阳，这个你变。好。阿爸。不要紧，我给你用。阿爸，这好，会使。炒火蛋。那个炒火蛋上路啊。这个炒火蛋，互你食好不？袂。无啊，啊袂要我想食。好你。互我食哦，安尼你帮我硬起来。哦。好。好，多谢。啊，方面敢好啊？会使啊袂？会使啊吼。好。咱看一个敢好啊？敢熟啊？
你敢知影这是啥？妹妹是我敢是？米是哦。什么孙啊？好你哦。什么的白孙啊？卡白白的。卡白笋，对哦，卡白笋。咱等下硬一个去互迄个大汉的哥哥食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迄个，我带你去。这个是好，手摇好。哦，啊你夹不好哦。看你要请哥哥食，还是请阿姨食？啊你放伫倒，哎，小。你也放伫倒啊顶，放伫盘。哦。哇，你个哥哥小弟啊，谢谢。你敢搁要烘？社会讲台语，夹啊，完备，加白笋，炒回答。你是毋是嘛有真久无用到的物件？是毋是爱互伊去更较好的所在？我有真济已经无你算的佚佗物啊，会当分享。阿狗，你真后哦！后回爱继续收看咱的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。